我想問下伯樂，因為伯樂喺呢方面你都係專家，同埋經常都會幫一啲 VC 睇項目啦。咁其實而家咧，我想話年輕人會唔會有呢一個嘅傾向咧，開始轉咗去諗到底 VC 點樣睇項目咁樣揾工嘅時間？呢個就兩睇啦，我覺得咁就有嘅。先答咗你嘅第一個問題先。如果有一啲朋友佢哋自己本身出嚟係創業，而係即刻需要一筆資金嘅話咧，的確係可能要將佢哋個 business model，佢哋個生意模式咧，係去盡量迎合投資者嘅即係需求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即係譬如話早前就大家都好興係話講點樣去做 agentic AI，即係嗰啲 AI agent 嘅 framework 佢做出嚟。咁咧的確係喺嗰段時間，我哋睇到好多朋友係，就算佢哋自己本身可能唔係話真係做 agentic AI 嘅，但係佢哋都會將嗰個 business model 係扭到去 fine tune 到去一個位，係令到投資者覺得，咦係喎，你呢嚿嘢的確係做一個 AI agent 嘅一個方案嚟嘅喎。咁嘅話咧，係吸引到一啲投資者係願意係睇佢哋嘅項目，甚至乎係寫張 check 俾佢哋係做投資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亦都係另一邊啦，另一邊廂就係話，亦都有一班即係創業家啦，佢哋其實係唔需要係睇投資者嘅面色嘅。佢哋覺得就係話，我自己係有咁嘅本事，我自己有咁嘅能力係去做呢個產品或者服務出嚟，做咗出嚟嘅話，即係有麝自然香啦，咁樣咁自然係會有投資者係願意係即係參與佢哋嘅融資計劃，咁亦都有㗎，所以有兩種唔同類型嘅創業家依家喺出邊咯。我問翻 Victor 啦，你其實同我哋提到咧就話有啲新嘅打工皇帝啊嘛，即係有普通打工仔同埋一啲打工皇帝嘅啲分別啦咁樣。咁其實打工皇帝據我所知都係一啲真係超大型嘅公司，某啲 CEO 去做到勁高級，佢可以收咁高人工啦。但係喺你嘅觀點嚟講，係咪覺得未來呢一啲打工皇帝咧，其實可能會更加常咁會出現咧？可以呢個例子可以講到，如果最近發生嘅事啦，就係話好似 SpaceX 上市咁啦，嗰度都衍生咗唔少嘅千萬或者億萬富翁嘅。可能佢join 嘅時候，如果佢即係佢個報酬裏邊嗰個 contract 啦，有寫到一啲 option 俾佢嘅話，可能係雞碎咁多，可能少少，但係問題嗰度都足以令你致富噶咯喎。係，即係呢種就即係有少少運氣成分啦。你呢個運氣成分啦，當然，但係問題係咪個個都要做到好似 Tim Cook 啊或者 Jamie Dimon 啊呢啲打工皇帝咁咧？或者香港嘅最近啱啱退休嘅霍建寧先生咧，又唔需要嘅。基本上其實只要你每日抽翻些少時間去諗下未來邊幾個行業會跑出，而你又揾翻張紙出嚟寫低翻你要嘅相關人物，你現有嘅相關人物，你要識到啲乜嘢人，同時之間。你亦都係部署緊我要點做先識到呢啲人，咪變相一步一步咁幫你鋪排。